台南烏樹林園區因為減控7月風災所產生的大量廢棄物，一直讓地方相當煩惱。想不到真正發生火災，而且一宿就無度收煞，燒了12天過3點鐘。毛議員佇臨時會面對環保局的預算審查，嚴厲檢討違規正常的調查處分，以及空氣污染的危害，甚至嘛進一步關心新的焚化爐究竟當時會當啟用。到好多解決台南的垃圾危機。22年45度嘛吼，啊，村內賣個查賣講，管理機賣講嘛吼，當時安尼啦。58到45對不對？100公里的偌真點少嘛吼。一個96年，一個100公里。我呢，這個觀念袂歹。叫厝啊，叫息啊。哇，這個安尼一個議員，安尼，唔是議員，一個一般百姓當車遮濟棟，啊，佮偷盜，我知啦。伊也無偷倒台南關哦，我保證我較實際，我讓你看，我家己推算哦，伊當車遮濟，絕對有啦吼。我問看伊即擺現就是手頭有台南市有幾棟的會當進入去咱的迄個焚化爐，你也唔知啊？恁多黨都唔知啊？有沒有資料？有，跟一周報告有資料。因幾棟啦？因幾棟啊？因手頭會當摕，因手頭會當入去咱的焚化爐幾棟啦？本色啦。是無我確定啊，甲當年聯絡者。我甲你講，我進前甲你問，叫你摕一份資料互我，你還閣無要摕互我。我毋知你要直直好好啊，定時甲要摕互我毋知影。你有才這爾啊大的爭議，你今仔日台南市出去的環保公司，你無查。啊！你通北市囡仔摕，哦，安尼敢袂通？這擺烏樹林佔地中的火災，悶啊燒將近2禮拜嘛，燒出空氣污染甲民怨。雖然市府講空氣品質監測無明顯的異常，不過也是真歹說服民眾。當然，該事件除了嚴厲檢討風災廢棄物等違規正常的處分，面對大型堆放容易燃燒的物品。中央甲地方合作，嘛要建議監視黨閣較有先進的救災甲預防。台南新聞，阮籍張碩維採訪報道。